新學期的減壓魔法。新學期開始啦，阿傑升到上中三，啲功課突然變得繁重，每日都有寫極都寫唔完嘅作業同測驗。佢亦都開始失眠，甚至一打開本書就覺得頭痛。佢覺得自己好似一台超載嘅機器，隨時都會故障。有一日放學之後，佢嘅班主任陳老師發現阿傑趴咗喺張台上面，面色蒼白，就關心咁問：最近壓力係咪好大啊？阿傑低頭咁樣話：老師，我覺得自己點努力都跟唔上，好驚考試會考衰咗啊！陳老師就笑住咁樣遞咗張紙俾佢，上面寫住壓力管理3步驟。原來上面就係寫：第一，規劃時間，每日列出優先完成嘅任務，避免拖延。第二就係適當嘅休息，每日學習50分鐘，休息10分鐘，咁嘅話就可以令到你嘅大腦得到放鬆。第三就係運動與興趣，每日抽時間做一啲自己鍾意嘅嘢，例如打下波、聽下音樂，釋放壓力。阿傑半信半疑咁樣試，冇諗過咗1個星期之後，佢發現自己冇再手忙腳亂，甚至可以喺放學之後同同學打籃球，夜晚黑都冇繼續失眠。所以佢終於明白壓力並唔可怕，學識管理佢，先可以喺新學期度走得更加穩、更加遠。想聽到更加多嘅故事，可以致電27778899按2字，或者喺 YouTube 度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